你發唔發覺世界好似越嚟越灰暗？新聞日日播住世界唔同地方嘅戰爭、天災同埋人禍，而我哋最愛嘅城市，無論喺校園、屋企，甚至我哋嘅文化裏面，都似乎彌漫住厚厚嘅灰塵，令人唞唔到氣。本來應該充滿光彩美好嘅生命，當蒙上灰塵之後，就變得暗淡無光。只不過，即使世界再差，都唔能夠阻止我哋成為更好嘅人。外面越黑暗，就越驅使我哋去尋找光。經歷完舊年嘅尋找就尋見，喺唔同嘅工作坊入邊，我哋睇到好多長者、小朋友同埋青少年，都好似細細隻嘅小蜂鳥一樣，四處尋找滋潤嘅花蜜，喺黑暗入邊努力去揾生命嘅嗰點光。2025年，五途基金會繼續運用藝術同埋繪本，為社區帶嚟情緒舒緩同埋激發創意。今年我哋決定要燈火相伴，照亮每一段路，實行薪火相傳，帶住一班義工同埋導師，利用生命繪本同埋藝術工作坊，為服務對象點燈，發掘佢哋嗰啲等待綻放嘅生命故事。點做呢？首先，我哋會為基層嘅兒童同埋青少年提供免費嘅藝術體驗，建立佢哋嘅自信心。另一方面，繼續培訓藝術義工。到咗暑假，我哋會舉行第5屆嘅青年大使計劃，招募一位青年拍住我哋一齊服務基層家庭。至於海外服務，今年我哋會繼續去馬來西亞嘅孤兒院，仲會聯絡當地其他嘅機構，希望擴大服務嘅範圍，又可以培訓更加多當地嘅領袖。要做到以上嘅事，又點可以少咗你嘅支持呢？你嘅任何參與都係同我哋一齊為灰暗嘅世界帶嚟一點光。有力出力，有錢出錢。隨住社會上日益增加嘅需要，我哋嘅資源就變得越嚟越緊張。團隊嘅日常營運、項目發展，仲有同工嘅薪金，都好需要穩定嘅支持。無論幾多，你嘅捐款都係我哋前進嘅動力。你嘅支持唔單止係對我哋團隊嘅肯定，仲係對五途使命、簡單藝術使人成功嘅認同。除此之外，今年我哋仲有一個白畫夢想創作籌款行動，我哋會派出100份壁畫套裝，邀請你成為五途希望大使，為夢想出一分力。除咗可以一齊畫一幅以光做主題、燃亮希望嘅畫之外，同時你又同身邊嘅人分享你嘅參與，邀請佢哋以捐款支持你嘅愛心創作。到咗6月，我哋會陸續收集大家嘅作品同埋捐款，將作品拼湊成一幅大嘅壁畫，為社區帶來新嘅氣氛，有祝福有光。邀請你一齊嚟參加呢一個光與希望白畫夢想嘅行動，以藝術創作或者捐款支持，一齊嚟燃亮希望。2025年，好多人都話會迎向更加多重大嘅挑戰同埋困難，但五途嘅同工同義工都相信，發掘美麗嘅生命故事就能夠聚集微光。即使身處黑暗之中，只要有你同埋我一齊，就依然可以綻放光彩，彼此照亮。就等我哋一齊燈火相伴，照亮每一段路。